每日聖言分享。復活節8日慶祝期星期一，恭讀聖馬竇福音。那時候，婦女們趕快離開墳墓，又恐懼又異常喜樂，跑去報告門徒。忽然，耶穌迎上他們說：願你們平安。他們遂上前抱住耶穌的腳，朝拜了他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不要害怕，你們去報告我的兄弟，叫他們往加里肋亞去，他們要在那裏看見我。當婦女離去的時候，有幾個看守的兵士來到城裏，把所發生的事全告訴了司祭長。司祭長就同長老聚會商議之後，給了兵士許多錢，囑咐他們說：你們就說，我們睡覺的時候，他的門徒夜間來了，把他偷去了。如果這侍衛總督聽見，有我們說好話，保管你們無事。兵士拿了銀錢，就照他們所囑咐的做了。這消息就在猶太人間傳揚開了，一直到今天。上主的話。各位主內兄弟姊妹，復活節快樂！我哋以8日慶期，好似喺舊約時代7日，達至到第8日，我哋係有一個新嘅循環，唔係再係7日嘅循環一個星期，而係不斷咁進入新嘅循環嘅8日嘅慶期，幫助我哋歡度基督復活嘅事蹟。呢個奧蹟喺我哋身上面要發現出嚟，好似喺最早期五旬節嘅經驗一樣。我哋聽第一篇讀經嘅五旬節，伯多祿嘅宣講，講到有關於耶穌嘅死同達味嘅死。但係呢個達味嘅死所講論嘅嗰啲義人、聖者，天主唔會遺棄佢哋。而事實上，達味嘅兒子將要建築新嘅殿宇。伯多祿以佢聖神賜俾佢嘅明達，開始明白而力證，呢個就係真正要嚟嘅達味嘅兒子，達味之子耶穌，佢要喺死者中復活，佢而家已經復活咗，佢被舉揚到天主嘅右邊，佢哋望住耶穌升天，過往嘅呢段日子，佢哋經驗咗嘅，而家佢哋力證。雖然呢段時期我哋都會睇宗徒大事錄啊，但係呢一個係我哋冇忘記，係耶穌不斷咁樣顯現，到最後佢升天，我哋都要經歷一次耶穌復活後來嘅顯現，我哋先至會明白點解呢啲宗徒喺耶穌升天後有咁樣嘅力量。耶穌不斷顯示俾我哋，透過聖事，透過禮儀，透過讀經，聖神傾注，但係仍然有人會蠢蠢欲動。我哋聽到福音就係講緊呢個喺復活後嘅經歷。縱使呢啲婦女朝拜呢個賜平安嘅耶穌，耶穌話願佢哋平安，請啲兄弟快啲去到加里肋亞，又喺嗰度見耶穌。耶穌會先佢哋去到加里肋亞，去返最初被召叫嘅地方，堅固佢哋嘅信德。呢個就係我哋經歷復活期嘅時候，尤其陪同新教友喺息奧期，繼續認識呢啲標記，究竟有乜嘢意思？呢啲嘅讀經究竟實現咗啲乜嘢？呢啲兵士攞咗銀錢，照司祭長同埋長老嘅商議嘅結果，決定去以一個大話佢哋偷走耶穌嘅身體。但係真金不怕紅爐火，呢個吉嘅空嘅墳墓係繼續喺每一個嘅新教友、每一個教友嘅生命入面，證實咗天主唔俾死亡再支配。呢啲死亡嘅力量、死亡嘅騙人嘅權勢，冇晒力量喺天主嘅子女面前。就讓我哋過天主子女坦誠嘅、彼此相愛嘅、無虛假、無異心嘅生活，
係咁樣，我哋會經驗天主時時喺我哋中間貫通上天下地，佢嘅聖神啟迪我哋。阿們，阿利路亞。